双儿姑娘伤勢如何？双儿姑娘的刀伤正好在要害部位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现在只盼双儿姑娘吉人天相了。独孤，一定要尽力救她性命。王爷放心，独孤定当竭尽全力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阿广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孔双双居然能为了救谢云奇而受伤，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他是谁啊？他可是孔双双，他可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著名大影星孔双双啊！哎，他怎么可能为了救别人而让自己挨刀子呢？我觉得啊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哎，其實我也想不明白，以他孔雙雙的個性，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？難不成他真的喜歡三王爺？不會吧？這裡面啊，一定有陰謀。但是請設想一下，如果我們現在去跟三王爺說，他肯定聽不進去，反而還會覺得我們是小人之心。你覺得呢？我覺得還是慎重行事，靜觀其變吧。他孔雙雙雖然壞，但罪不至死。是啊。希望他能挺過這一關吧。兒臣參見父皇。起來吧。謝父皇。父皇，不知這麼急召兒臣過來，所為何事啊？是啊。琪兒，在去西南的路上遇刺。啊？什麼？是三哥？三哥他現在可否安好？倒還好，此刻性命無憂。朕讓你們覲見，主要是與你們商議，此事究竟是何人所為，竟敢如此大膽，行刺皇子？對呀，竟敢對皇室下手，實在是猖狂。不過，父皇，現場可否留有什麼線索，或者是活口？唉，信中並未提及呀。這一群賊臣亂子，實在是膽大包天。不過父皇，請你放心，臣兒一定會將此事查個水落石出，也好給三弟一個交代。父皇，兒臣請旨，去接三哥回宮。琪兒說，他一定不辱使命。三哥這是何苦呢？三弟盡心盡力為父皇辦事，實屬朝廷社稷之福啊！讓為兄實在是慚愧啊！嬋兒啊，刺客身份之事，就由你去查。兒臣領旨。蕭兒在。你在禁軍中選些精壯之士，隨你一同去護衛你三哥一行。是，兒臣領旨。下去吧。兒臣告退。少將軍，萬萬不可呀！讓開，小心我誤傷你！住手！爹的話都不聽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爹，三王爺和晴柔他們遇襲受傷，我一定要過去看看，將那些亂臣賊子一網打盡。事情已經出現了，你去又有何用？三王爺有讓你去的口信。
妻兒這段時日真是多災多難，幸好此次无礙，要不然可让我怎么活呀？臣妾恳请皇上下旨，还是命妻儿快快回京吧。可妻儿说，他不完成使命，誓不回京啊。这个孩子脾气实在是倔强。你放心吧，朕已派萧儿在禁军中选些精壮之士，快马加鞭前去护卫。过几天，他们就会会合了。臣妾谢皇上体谅，这样的话，我也能心安一些。可皇上，你又在为何事而忧心呢？朕知道妻儿受傷之後，第一時間就召見陳兒和蕭兒。蕭兒第一句話就是關心顏齊的安危，可陳兒關心的卻是否抓到刺客，是否留有活口。這讓朕也多了一些憂慮啊。這蕭兒與妻兒素來親近，又是手足，他關心妻兒是無可厚非的。再說陳兒與妻兒蕭兒又是同一血脈的兄弟，他關心是何人所為，也是在替皇上分憂啊。不論如何，兄弟手足之情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。唉，也許是朕想多了吧。